断魂线在空中旋转，怪弩主因三人目定口呆。断魂线攻击怪弩主，怪弩主措手不及，肩膀受切伤了。师傅啊，迄支线哦，大咧旋来旋去，你去开线嘛，甲等去你空中，互伊去小蹦一下，溜之大吉啦！师傅啊，我下要走无路啦。恁走也无路用啦！中原人听着，将我的话传达给史炎文知影。我乃是混世生，我要收拾史炎文的性命故事。啊！阮问史炎文到底甲这个是有什么冤仇哈？老下要啥麻烦嘛？毋是师傅啊，怪弩主还要敲哈？怪弩主，我还要十七娘翘翘，七堂翘翘。这个怪弩主讲到道行外深，功夫伫咧外好哈。啊，挡一支开线都挡袂掉咧哩，安尼一命就翘去，哈，两起的，下边啊，唔通浪费棺材呢。开头窟啊，清清彩彩甲呆呆的就好安尼。干你咪懂的啊！你咪阿未死就要开头窟啊，咁样大啊！我看恁点点啊，我是人点点哦，休息5分钟而已啊。嘿，仙角就是仙角，个哪里就知？遐头拄啊，迄个少年的吼，迄是生得非常水呢，眉清眼秀，文质彬彬啊。为安怎会做歹人哈？要迄个歹人，咁一定面拢真歹是无？迄一句话就咧讲我做侠客美人啊！人讲侠客美人是指查某伫咧讲啊了。迄个毋是查某的，要无你是甲看做查甫呢？查甫的就是查甫的啦，我敢若查某的就是查某的啦。两起的，你甲看，迄个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。迄我甲伊看哦，查某的也哪像查甫的？恁娘我故意你敢要装包？关老师啊，你是安怎看迄个人？你甲看成查某的哈？我甲你讲啦，这家里吼，怎互你捌哩？迄查某囡仔吼，迄个形啊较高，腰较小，迄个骹床斗较圆啦，行路较细步啦。迄怪弩主就是怪弩主，实在有够厉害呀！迄个哪里就知？也是讲这个查某囡仔为什么会怨叹阮卖晒史炎文哈？煞毋知影爱情的纠纷，怨恨史炎文来讲嘛，无应该讲特别拍咱拄笑，这实在有影莫名其妙呢。怨回想连那个小生意嘛，煞怨探过你煞毋知？嘿，安尼讲嘛是有理咧，赶紧来去找炎文，我来去找炎文了。史炎文，天堂有路偏不去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你是武林中所谓的庄稼人吗？没错。怪你前世有冤吗？没错。今生有仇吗？没错。冤仇从何结起呢？我发誓得要收拾你的性命，史炎文，你要相当的甲我才好啊！谢曼呐！哼，你这个王亚人呐，你哪有戏片？我这个阴间先来命你的输赢嘞！真假仙，你甲天照打！我讲恁听啦，这个就是中原的汉二兄，唔是啥物讲那史炎文啦，你拢讲误会啦，哈！伊汉二兄啊，来到咱西庙伫咧行医救世，咱应该来给表示欢迎一条啊！你不但对这汉二兄无礼，反而我要给伊杀死。
迄人连你讲啊，你这是无才人呢？啊，若像你安尼欺暗算外人，你叫做什么模会啊？什么叫做模会？你连一个风度都无，都模会。好啊！这次带念你真家先的面子，饶他免死吧！请。多谢君子解围。什么人啊？我真正有捌你啦。毋是，我毋是什么史贤人，我是姓别名有理啊。莫也莫不行啦，迄民奴啊，关系忙恼吼。夜观天象，就知影讲你来到阮这个寺庙啊！哈，你从现在就是阮这人啊放弃呢，因为阮要文化较无发展，恁用语较文明啊，所以医术较高明。阮这呢吼讲乌白那煞白因为啊哈，乌龟答应啊为大内，所以你这汉医生来哦，会甲阮诱因的人，所以我应我甲你暗谢。我就是替你当的江环傲主，我鸟门的傲主，吼。叫做阴阴仙呐，吼！阮老哦，迄美人哦，需要你来医治啦。你假如若认为讲我是甲当家人共款的人，你就莫来啦。你若认为讲我是一个温柔的人啊，你就来甲阮医啦哈。我心气用的。叶文啊，毋通去哦，这你看来亏仙嘿，这个那毋是好人哦。真道顶来化险为夷，算起来是咱的温情人，应当爱甲伊报答大恩啊！嘿嘿，安尼有理啦。嘿啦，请坐一日啦。来到地呢，还当咱变变叫这要惊死恶害。哈无立理啊！你讲迄只虎就是恁客母，迄只马良躯，迄就是恁客妹。你讲过一个啥？我还过一个小妹哦。做蛤蟆兰，迄规身躯拢安尼定铁铁，所以叫做石壳美人啊。迄身躯拢安尼拿石头呢，定壳空呢。我为着阮小妹骗金收3000外。意思是讲恁小妹真水就对。毋是啊，阮小妹订婚500呢。是安怎订婚500？伊都订婚了后，互带去。带去东方花烛，看到伊的身躯拢石头，还都搁消定退婚，也毋知头就搁来缀定，我就搁甲收，收若探听到讲阮小妈的身躯若石头，就搁退婚退400-500，所以我迄个定金趁袂少咧。但是阮小妹每日哭啦，哭讲伊的身躯甲人无共款，拢嫁袂出去。那即马喊医生来想看有啥物好药啊，也是好办法医治阮小妹，互伊变成一个美人。安尼我嘛真甲伊感谢，也毋是感谢尔呢，就安尼甲广告出去伊的知道名就悬起来呢。啥？这知道名？知名度啦！伊的知名度就悬起来，生意就真好啊呢。蛤蟆同事，另外身躯生石壳，安尼我来甲看卖嘛。啦，你若甲伊会好，看你要爱啥物，我拢总任你的要求就对啦。救人是医生的本分，也不求代价啊。啦，阮小妹的房间对遐入去我对正手迄就是。好，我就来看卖。无大啊！来到恁遮你人无表示阮营暗还未食来了？哟。我煞袂记哩，喂，老的啊，上宾来结家为师哈。啥话啦？啥物死啦？袂前就讲迄个歹话。你听无呢啦？结家为师就是讲抬家还佫下迄个洗啊做粿啊，迄就上宾啊，阮才有安尼做啦。安尼啊？恁内面全精彩啊！哈，阮老母对你印象特别好，好心哩，莫对我好，印象莫对我好吼。嘴闭开安尼，要甲么吞食咧，对我好啥话？也是讲恁小妹讲身躯拢发咧石壳，安尼我看医生医袂好个咧，这个那加工个就对啦。来了，先生啊，伊有好啊无？先生啊，
阮小妹身躯的石壳医有好啊无？拢家医好咯。啊，你是用什么药啊？互伊食，哪会入去哈？首先，我用顺阳掌对身躯甲伊抹抹咧，所有的石壳拢总翘起来，然后再用药互伊食。现在另外变成普通人的身体咯。啊，毋过规身躯拢总甲磨透透了。当然啦、哇，食力来！兄长话，哎，阿兰啊，我的石壳拢去互医生甲抹入去啊啦。兄长话，安娜，二处，这般咯。哦，规身躯拢磨透透就对了。是啊，安尼我知，你入去。知了。哎，汉医生啊，阮小妹爱嫁你啊哦。董事，我已经出车咯。你讲安尼，阮小妹顺规身躯，医生人在讲医病的生本啊，你哈无立你咧，反啊反其家，汉子讲佛丹，混出讲家，老爸讲咧，安尼对先生无礼哦，若无气含的话啦，吼。总是我下勤，我还未出啦，我甲你讲袂歹啦，对无？恁小妹若无气含的话，对毋对？是啦，董事，另外可当下勤结亲啊。讲安尼嘛是小看了我有理啦。请问董事，西北面会出金光，迄个洞是叫做什么洞呢？迄就是阮这个西庙24洞的首洞，叫做赤心洞啦。赤心洞有5个兄弟，上界歹叫做5毒蠓啊！迄身躯拢发亮蓝呢，迄刀宝不伤，水火不侵呢，足厉害就对了。我首先到5条文行医了后，来去探查这个赤心洞。唔通哦，迄5毒蠓若看到中原人哦，一声就当咱掠去杀呢。因为我非去不可，我发现赤心洞会发金光，内面的宝贝真多。所以我必须去探查一个详细。如果你若想讲要去就要小心啦。有影，阮遮一个叫做白仙姑住咧天关山石壁洞，灵芝过去未来啦。你若是得要去探险哦，先去甲问看卖咧，伊会甲你指示吉凶日咧。多谢你的指点。阮小妹你所甲看你徛啦。来讲诶，对啊，都即只马啊，互你做徛。多谢董事你的雅意啊！食饭咧啦哈，食晚饭才走哈。多谢。白仙姑，我是分手水阳门，要来西庙找三观天师、大破如意金刚塔以及牧羊楼，请仙姑指点迷津吧。张签诗系我管来，红沙即香，红酒即吉，顺阳之手匹配天风，心猿宝马，独劫千里，不改记。多谢仙姑，我得要到5条门医治患者，用我拜别啦。来了，来都唔能信的哈，向棍不打向面啊！来了，迎接汉医兄。参见道长，免嘞，婚友的苏仙人，不敢当。你敢不是要来阮这个西庙水沙观天书？道长真有先见之明，敢还道长指点一二吗？迄沙观天书的爱你放心啦，我会帮助你深入到迄下心王啊，来去水压了啦。你准备来医治我内面的患者。赶紧来进行啊！兄那呢？换我一下，你来写医生呢？来了。咱天医堂的上顶的你，甲准备要来邀台为民啦！准备。多谢。孙人们啊，你方才所啉的茶，就是阮这个天医堂的习
讲，你安尼品不出什么款的味道哦，也唔知影啥吼。七果，我有看过药监七果金丝糖啊，我中毒了，不妙！小魂啊，为啥手相怒啊？苏彦文中了七果金丝糖，在不得已的情形下，抽出用全宝剑对应付了。妖刀甲苗枪如马翼，苏彦文命在人面之急，这个时阵宝马救走苏彦文哦。停啊！乱呀，蹦上两下去，到俺慢慢对流啊！来你啦！严守天一动，有所保我你赢啊！七果金丝糖，七果金丝我无解药，宝马所载我到天关山石壁洞，求白仙姑输药吧！赶紧啊，赶紧啊！白仙姑，我苏彦文误饮天意中的七果金丝，急望仙姑尽恕良济啊！仙姑的签诗指点，南山姊妹园，奉女真人水银花，多谢仙姑。宝马，你再辛苦，载我到姊妹园吧。我真是悟不出仙姑的妙语，红沙即香，红酒即结，顺阳之手劈破天荒，独劫千日啊！我命休了。沙魂色星发现一人一骑，分庭流流声，电草上飞的功夫急急而对咯。我少年人骑马唔就骑好完呢，要惊死老伙仔是吼？老爸啊，老爸，我是中了西苗七果金丝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仙姑之时，来这个所在特别拜访女真人，请老爸甲转达一个好。哼，要见女真人啊，迄真难呐。因为女真人今年40岁啊，除因老爸以外，拢总无见过查甫人。里面啊，我都能见到这个女真人啦。我失陪咯，老爸，我是好人啊，大家拢嘛好人。阮查某囝伫咧讲啦。除分酒水也问以外，任何查甫的免想特别甲伊见面啦。老爸，我才是分酒水也问咯。红衣顺话尾，我是明朝的兵部主事郎啊。无我问你啦，恁老爸叫什么名？家父苏凤秋，母亲水氏，家父为国官区在外乡啊。讲了我有对哦，恁老母甲我共姓，嘿嘿。我生水命如天啦，哦，
你踮这个所在小等我哈。银花啊，自称苏衙门的人要来拜访你哦。阿刁诶，唔通是的，赶紧迎接啊！你要献面哦？是啊，哦，献面就献面啦。苏贤人玉家光临，银花万迎接，失敬失敬。女真人唔免客套，这张是白仙姑指示的。好，苏贤人，我有学过3个金丝的总解，并无学过7个金丝总解。这要如何是好？苏贤人，你免失望，3个来教乃好啦，但是较慢导影。到底偌久才会好呢？可能要1000日咯。哎呀，国家是大事，我的性命是小事啊！哎，这事的啊，嘛着这呢，无这袂好呢。迄7个金丝虫是骨肉万尾啊，那像头毛丝安尼，拢装伫你五脏六腑，伫咧甲你救。你若无食，无偌久叫救了的哈。多谢奴婢，多谢女真人啊！是啦，请入内面休息吧。阿刁为传呼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等咧，就依伫苏衙门全界造成灭亡啊！本世生威胁水银花，水银花也非毒者，强，女强人碰着女强人咯。金家先提名这个大破孔雀洞。阿摩罗比当黑人出战，好高杯啊，上阵所联络，两个帮管者金剑客甲银剑客，这要采取什么行动呢？苏衙门会死在7个金丝嘛？请看熟悉便知分晓，新魂酒大如夹。